我看到了，好像是吧？是吗？抱抱猫，买然后抽盲盒啦！好可爱哦！我想要这个全黑的，很招迷。好，我这样张开啊，对，哎，谁呀？这个，我当时我就想到，还是啊，你要这，哦，这个有。哦，它是地上的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来吧，小朋友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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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是谁当你的好朋友？好多，我都紧张。最后一次机会喽，因为加上有宝宝猫，最后一个。好紧张哦！你闭下。哎，黑猫！我靠，好垃圾哦！